浙江了这个妇女方言区啊，外面人听听的，浙江说话都吵得不多个。其实浙江省内部了，还有个方言区的非常非常多。比方讲温州说话啊，哎哟，杭州说话啊，彼此之间有的辰光不大听得懂。那么浙江的方言到底有多少？各种方言哪个想办法被保护落去呢？雪佛飘飘，俺不去个；雪佛扭扭，俺不见懂。夜里跟我说个东西，你听不听得懂？这个是温州松阳的方言。浙江那个方言比较多了，比较复杂，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全国4个试点之一。那么何里老管理能做浙江方言调查跟保护呢？那就是伊。目前是40多个吧，应该。从2015、16、17，将近50个。然后是18年也定了20个，然后剩下的就是19年全部完成。师大的王文生院长正记者话呢，通过这2年的调查了，伊发现浙江的方言主要有沪语方言，还有一部分呢是徽语方言。还有一部分方言呢，再不抢救就为现在。比方讲，宁波市区的烟语、骊山金人的说话、建德九姓渔民方言，还有杭州留下的闽南话。主要是屏风村、石马村，还有小河山村，现在叫社区。对，大概总人数2000多一点吧，应该是并不，因为特别是小辈的那些10几岁以下的孩子，都不太会说了。对，因为闽南话跟我们吴语相差很大。比方说这个吃饭，他们叫加班，加班，那么它就是食这个米这2个字，食米。但这个字呢，这2个字在他们闽南话里面叫加班。在我们杭州话的话，就是另外一种。吃饭。对。那如果说到了遂昌叫跌坊。王院长这样话，目前呢也按照1万多点的原则来动调查，全省一共有88个方言点。